好多業主收樓只係顧住牆身、地板，忽略入口大門。大門係家居第一道保安、防火、隔音嘅關口。今日就拆解一下大門，全方位檢查，從飾面到五金、平水安裝等等，逐項講解啦。首先，我哋去到單位，第一眼睇到就係道門同旁邊嘅門牌、燈飾及門鐘，摸下佢哋睇下有冇鬆，安裝傾斜問題，再試下門鐘響唔響。之後就係大門嘅門身，留意下啲崩花爛裂、起泡泡、曾經補過顏色嘅位，睇下有冇色差。再望下門框，同樣睇下有冇崩花爛裂、色差問題。之後就開門，順手睇下門鎖手柄有冇鬆及刮花。一開門嗰陣，留意下開門有冇怪聲，開到盡頭會唔會撞到牆，留意下有冇刮地下。之後睇下門底嗰粒防煙掣，撳落去睇下順唔順。之後望下門框中間嘅左右頂位三個部分嘅防煙條有冇崩或者斷裂，再睇下門鉸嗰啲五金螺絲齊唔齊，有冇上緊同埋崩花，再睇下門檻石有冇崩花、爛裂色差。閂翻門睇下門鼓會唔會太大力，回彈或者冇回彈，再 check 下閂咗門之後有冇虛位，手柄推前推後，再睇翻門嘅背後同埋門框有冇崩花爛裂色差問題。全道門所有碰口位都應該有適當嘅掃口，包括門頂位需要有掃口。之後再睇下門嘅四邊嘅門罅，睇下有冇邊大邊細，俗稱老鼠尾。最後睇一睇防盜眼望出去是否清澈，防盜眼本身上緊咗未？最後睇一下，要貼翻啲 memo 紙，寫清楚係咩執收，影低相做記錄嘅。